個老闆睇過嚟，咁想請內地勞工，但係又唔知需要咩資料。咁睇完呢篇嘢咧，你就清楚晒㗎啦。首先咧，你公司嘅話要有實際嘅業務啦，同辦公地址，仲要有2名以上嘅本地員工嘅。因為咧外勞嘅配額咧係2:1，2個本地人先可以申請到1個內地勞工名額。跟住咧就可以去勞工處提交 BR 同埋 CI 嘅申請證書。勞工處咧會先下發一個本地招聘通知書俾你啦，要求你進行一個為期4星期嘅本地公開招聘。咁如果真係揾唔到人嘅話咧，先會俾批文俾你嘅。咁你攞到呢個批文之後咧，再去入境處申請勞工配額啦，咁就搞掂晒嘅。咁從交資料到審核嘅話咧，最少係要大概5到6個月嘅時間嘅，所以咧你就要預足時間去準備啦。咁自己跑流程嘅話咧，就驚麻煩啦，怕資料出錯，可以揾我哋呢種專業嘅機構幫手啦，全程幫你跑資料、申請配額、辦簽證，幫你慳時間又慳力嘅。咁如果你有請外勞嘅打算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嘅。